今仔日针对民进党立委吴思瑶含5派一个罢免团体到台北市选委会送第2阶段的罢免连署书，也毋过罢免5派一个连署书数量是无够法定标准，提出这个罢免案是失败。也若罢免吴思瑶的团体领衔人张克进人无到现场，所以选委会是拒绝收连署书。罢免团体是强调因会对法律战备来争取。伫河中对镜头鞠躬行礼，而且目屎也干掉咧。罢免民进党立委5派1团体领衔人李浩亮，初7下晡到台北市选委会送第2阶段连署书19831份，不过因为比法定标准减少大约3000多分，选委会无清点，罢免案也宣告失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虽然我们这一次没有办法达标，但是我相信我们这边的联署书已经充分反映了中正万华的民众对这个执政党的愤怒与不满。这段时间，因为我的关系，也给中正万华的市民带来了一些打扰，我也感到很抱歉。那我希望可以赶快来恢复平静，那我们好好的为大家人民的福利来做事。另外一边，罢免民进党立委吴思瑶团体伫送件期限初7这天，夜早27290份第2阶段连署书到台北市选委会送件，虽然超过法定标准26717分，不过因为领衔人张克进无来，选委会拒绝收件。罢团搁再向张克进发话，希望会使回心转意。因为相关法令的关系，必须由领衔人送件，所以我们必须等张克进先生。回心转意，他们的一切作为我都尊重，民主不容造假。我谢谢北投士林的乡亲，陪着思瑶挺过这场恶霸的乱流。最后，张克进无出现伫选委会，不过詹嘉文强调会寻求所有的法律途径，先采取诉外，也是行政诉讼方式，争取一切可能，达到最后送件目标。那罢免民进党立委团体继续2阶段的送件，罢免国民党团体也举办活动宣传理念。所以罢免双包国民党立委团体斗阵伫河中游行，要继续拼第3阶段的投票。由大罢免第2阶段连署书已经有31个罢免国民党立委案完成送件。外界关心什么时阵会公布这个投票日期？中选会讲会伫20委员会议了后说明。记者综合报道。